1984年12月5日，澳門一間報館嘅編輯收到一封信。呢封信咧係本案兇手黃志恒寄出嘅。黃志恒喺1日之前咧已經喺監房自殺身亡，即係話編輯收信嘅時候，黃志恒已經死咗。亦因為佢已經過身，呢封信咧就更加顯得有價值。封信文字咧有啲生硬嘅，但係清晰咁傳遞咗佢要講嘅意思。黃志恒承認佢1973年喺鰂魚涌殺人，但係八仙飯店殺咗10個人，佢竟然話唔關佢事。佢一再強調佢已經決定自殺，佢係咪有罪已經唔重要。佢之所以要寫呢封信，係要將真相講出嚟。所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希望大家會相信佢。如果唔係，佢就死得太冤枉。尤其是佢唔想自己嘅親人俾人睇低。佢個仔只有7歲，佢係無辜嘅。黃志恒竟然話八仙飯店嘅屠殺同佢冇關，呢句說話真係耐人尋味。咁究竟呢件咁可怕嘅命案同邊個有關呢？要了解黃志恒呢個人，應該由佢21歲嗰年開始。呢一年，黃志恒第一次殺人。嗰年係1952年。當年黃志恒咧喺香港做警察，駐守東區警署。喺呢一年嘅1月底，黃志恒同3個同袍打牌，打咗8圈，佢都冇乜糊食。佢要等一鋪大牌翻身，機會嚟啦！佢清一色索子單吊9索，上家打5萬，佢摸牌，牌摸上手，對家阿井突然嗌碰5萬。咁依牌例咧，黃志恒要放翻隻牌出嚟嘅，點知佢反轉隻牌睇下，正正就係9索。於是黃志恒同阿井開始嗌交，大家嗌到拍台拍凳，幾乎喐手咁滯。而另外2家都爭阿井，梗係啦。如果俾黃志恒自摸，佢哋咪輸錢。結果鋪牌就咁摸和，打完8圈埋單計數，黃志恒輸好多錢。呢一晚黃志恒瞓唔着，越諗越嬲。其實阿井咧係佢老友嚟，但係極度兇殘嘅性格令佢要報復。第二朝一早，阿井行必經過灣仔活道，佢見到黃志恒企喺旁邊橫巷仔，入手叫佢過去，佢就行過去啦。點知黃志恒突然間喺個身度抄咗把刀仔出嚟，係咁插佢，足足插咗11刀，插到阿井個肚啊血肉模糊。佢見到阿井已經唔再掙扎，以為阿井已經死咗，就將阿井嘅配槍咧都攞走埋。呢個上午，黃志恒攞咗把槍去賣。佢雖然做警察，其實佢17歲已經出嚟跟大佬。佢大佬叫做黑面華，喺江湖上都有啲勢力嘅。黃志恒擺低把槍俾華哥，然後先至返工。點知佢返到警署即刻俾人拉咗。原來阿井仲未死，俾人發現幫佢叫咗白車，一送到去急症室搶救，好快就醒返。佢即刻打電話返差館，所以黃志恒返到差館即刻斷正。呢次黃志恒賣手槍嘅錢未收到，就俾人判咗10年監同埋笞刑12下，判得好重。不過已經算好彩。如果阿井死咗，當年仲有還手死刑，佢判嘅就係死刑。黃志恒喺1960年放監返出嚟，佢出返嚟嘅第一件事就係返去佢鄉下南海書樓村。你未睇黃志恒咁兇殘，其實佢出身唔錯嘅，屋企有啲錢，自細由奶媽湊大。佢喺書樓村住到15歲，先至跟父母去咗香港。而家書樓村佢仲有一間祖屋，由奶媽何平喺度住。黃志恒同何平嘅感情好好嘅，而家佢想沉澱一下自己，就返去探何平。何平已經80幾歲，長期瞓床度養病。黃志恒當何平係自己阿媽咁服侍，佢住咗幾個月先返香港。
返到香港，黃志恒第一件事就去揾華哥，華哥俾咗筆錢佢，話係佢嗰年賣槍嘅錢。黃志恒就係揸住呢筆錢去過佢嘅新生活。佢去做小販賣假髮同冷衫，佢做得幾成功嘅，一路由小販做到開咗一間細細地嘅鋪頭。呢一年佢29歲，但係黃志恒嘅人生注定係永遠衰在一個賭字嘅。其實佢返咗香港之後咧就唔再戒賭啦，又賭返。不過佢呢幾年咧個賭運唔錯，順風順水，佢就咁過咗10零年安穩嘅日子。但係到1973年，佢42歲呢年，又再因為賭錢出事，呢次佢又殺人。嗱，呢一年嘅11月5日，佢喺葡京輸咗好多錢，冇錢俾家用。2年前咧，佢同老婆分咗居，有個9歲嘅仔，個仔跟阿媽，佢每個月要負擔5000蚊家用。呢排佢手氣好差，已經2個月冇俾㗎啦。黃志恒於是諗起佢嘅好朋友李和，佢要問李和借錢。李和係黃志恒嘅同行，黃志恒長期咧喺李和度攞貨嘅，李和賺咗佢唔少錢，樓都買幾層。黃志恒長期攞貨又次次都找數，從來冇拖冇欠，所以佢覺得李和係唔會拒絕佢嘅。呢一晚，黃志恒上李和屋企問李和借1萬銀。李和話手頭唔方便，拒絕咗。無論黃志恒點樣請求，李和都話唔得，擺到明冇情講。黃志恒嬲起上嚟係控制唔到自己噶嘛，佢飆入廚房攞咗把菜刀出嚟，斬傷咗李和個老婆同埋一個親戚，然後佢將李和個頭咧撳落個浴缸度，開咗成半缸水將李和浸死，跟住咧就用個石油氣爐放火。李和老婆同埋個親戚咧，要喺窗口爬出去隔離露台，先至執返條命。呢一晚，黃志恒漏夜着草搭車返大陸，又返去佢嘅祖屋度避風頭。呢一次佢打算長住。咁多年嚟咧，黃志恒喺香港發生咩事，和平一直唔知嘅。佢話俾和平知，佢生意失敗破咗產，仲爭人好多錢，而家返嚟避債。就係咁，黃志恒喺書樓村住咗落嚟。呢一段可能係佢人生最平靜嘅日子。喺呢度，黃恒仲收穫咗一段愛情喎。佢愛上咗和平個女黎嬌。黎嬌已經30幾啊，比黃志恒係細2、3年嘅啫，但係未嫁得出。佢個樣真係好普通，完全冇一啲豔光，但係佢好賢淑。黃志恒其實係個寂寞嘅男人，前妻成日話佢冇出息，佢一怒之下休咗妻。而家生性樸實嘅黎嬌，對於佢嚟講真係好吸引。佢同黎嬌好咗1年就求婚，不過佢不但冇錢買戒指啊，佢仲做咗一件傷害黎嬌嘅事喎，就係將自己嘅過去講咗俾黎嬌知。黎嬌知道佢殺過人，塊面即刻白咗，佢開始揞住塊面喊。黃志恒話：如果你接受唔到，我可以即刻走。黎嬌喊咗一陣就冷靜咗落嚟。佢話：我接受到，你以後唔好再做呢啲事就得。就係咁，2個人結咗婚。婚後，黃志恒喺一間茶樓做雜工，佢喺呢度學識咗整點心，後來做埋點心師傅，人工唔多，但係夠食。當然佢仲有野心，佢仲想揾多啲錢去做生意。佢覺得自己可以開一間細細地嘅茶居。當然而家暫時未得住，除咗冇本錢，又俾人通緝緊，焗住喺書樓村好低調咁做廚師。佢甚至改咗自己個名，佢本來叫做陳志良，而家改名做黃志恒。呢段時間可能係黃志恒嘅新生，佢戒咗賭。呢段咁平靜嘅日子過咗7年，7年之後和平死咗，黃志恒咧就想去澳門發展。當然佢都唔係冇人冇物咁過去嘅。佢收到風，華哥衰咗單傷人案，着咗草過嚟澳門。喺
喺街市開咗個檔口賣雞。佢要喺澳門開業呢，可以揾華哥探下路。不過喺去澳門之前，黃志恒又做咗一件十分兇殘嘅事。呢次佢兇殘嘅對象竟然係佢自己。為咗唔俾人拉到，佢用火去燒自己嘅10隻手指頭，毀滅咗自己嘅指紋。嗱，十指痛歸心，佢對自己可以咁殘忍。後來佢喺八仙飯店一晚殺10個人，又一啲都唔出奇。佢休養咗一排，等啲手指好返，然後順利偷渡呢，就去到澳門。黃志恒落腳澳門嘅第一件事就係拜會華哥。華哥50幾歲，仲相當精壯。佢係一個念舊嘅人，同黃志恒已經好多年冇見，而家見到非常之開心。佢請黃志恒去一間佢啲門生開嘅酒樓食飯，大家飲大咗2杯。華哥就同黃志恒講，佢喺街市賣雞不過係門面嚟啫，佢真正揾錢嘅係淫業。佢手下有成幾10個妓女幫佢揾錢。佢而家環境好好，黃志恒開業如果有咩需要可以揾佢。黃志恒於是問華哥借5萬銀俾佢開業。華哥叫黃志恒跟佢返屋企，喺個櫃桶度抄咗5萬蚊現金俾黃志恒。呢啲江湖大佬隨時準備着草嘅，所以佢哋鍾意擺好多現金喺屋企。黃志恒話只要佢煲生意賺錢，佢會盡快還錢嘅。華哥話幾時還都得，唔使緊張。黃志恒唔知道呢筆數其實就係佢噩夢嘅開始。有咗華哥嗰5萬蚊，黃志恒好快就開咗一間茶居仔。不過佢嘅人生講來講去又係衰在一個賭字。佢識咗個同佢一樣咁爛賭嘅人。事情嘅開始係黃志恒加入咗澳門飲食業員工協會。當時啱啱過咗年，工會擺咗10幾圍春茗，黃志恒去飲，坐喺佢隔離嗰位就係八仙飯店東主鄭林。大家臭味相投，大家都好賭。鄭林請黃志恒第2晚去八仙飯店打牌。鄭林個老婆阿姨又好難賭嘅，牌又打，沙蟹又打。黃志恒同佢哋好快就熟咗，大家成日喺八仙飯店度開局。佢一個禮拜咧至少都有4、5晚喺度賭嘅。本來咧就互有輸贏嘅，點知有一晚佢竟然用5000蚊本錢打沙蟹，贏咗188000蚊，係18萬8。就係呢筆數令佢後來做出澳門有史以來最兇殘嘅殺人事件。呢一晚鄭林輸晒啲錢，佢應承1年內還清晒呢筆數。如果還唔到，就將八仙飯店抵押俾黃志恒。但係跟住嘅1年，黃志恒咧追咗好多次，鄭林一味拖，既冇還錢，亦冇抵押八仙飯店。黃志恒嘅情緒咧就越嚟越暴躁。偏偏呢個時候，華哥又追佢還錢喎。原來華哥嘅淫業咧已經俾澳門政府打殘咗，唔使坐監已經算執到。佢炒股票咧又輸身家咁滯，而家佢好需要錢，冇辦法唔追黃志恒。黃志恒話佢間茶居生意只係普通，冇錢還唔俾華哥。不過鄭林欠佢18萬8，佢收到錢就會還錢。呢筆數已經拖咗1年，再唔還佢準備隨時爆大鑊。呢一晚黃志恒同華哥商量咗一條毒計，比起要鄭林還錢，佢哋更加想要嘅係八仙飯店。八仙飯店嘅生意非常好，攞到過嚟做直情會發達。於是佢哋有咗默契，要不擇手段吞咗八仙飯店。1985年8月4號夜晚，黃志恒嚟到八仙飯店。呢一晚，黃志恒係諗住要做一出大龍鳳嘅。除咗佢，仲有一個叫做阿石嘅人同佢一齊嚟。阿石係華哥嘅打手，曾經因為傷人坐過監。佢將一把牛肉刀插喺褲頭度，用件褸遮住。呢個時候，八仙飯店已經打烊。黃志恒同阿石拉開道閘行入去，
鄭林一家大細咧同一個廚師坐喺度睇歡樂今宵，佢哋見到黃志恒同阿石行咗入嚟，都有啲愕然。鄭林見到黃志恒嘅面容好陰森，仲帶咗一個彪形大漢入嚟。鄭林做生意幾十年，乜嘢人未見過，佢一眼就睇得出阿石呢個人唔簡單。其實呢一年嚟，鄭林同黃志恒嘅關係越嚟越惡化。黃志恒已經好多次嚟追錢㗎啦，鄭林咧每次都拖，每次都話而家啲食材越嚟越貴，八仙飯店盈利唔多，希望俾多啲時間佢。黃志恒當然知道鄭林喺度耍佢啦，每次都係不歡而散嘅。呢一晚，黃志恒行入嚟，佢已經冇耐性再同鄭林慢慢傾。佢開門見山就話：林哥，你都估到我今晚嚟做乜嘢㗎啦？本來我都唔想追得你咁緊，問題係我爭咗人一筆錢，已經拖咗人好耐㗎啦。而家人哋追我，我就唯有追你。呢個時候阿石出聲：鄭生，我大佬最近炒股票輸咗好多錢，好等錢使。你都拖咗人成年啦，有錢還錢，冇錢就抵押間鋪俾人。我哋出嚟行講道理㗎嘛，今晚你點都要俾個交代出嚟。鄭林望下阿石，知道今晚唔還錢會好大鑊，佢抄咗一沓現金出嚟俾阿黃志恒。阿恒，呢度你攞住先，其餘我盡快會還俾你㗎啦。黃志恒揸住筆數數一下，突然間將筆錢劈一聲劈咗落地下。我屌你玩我啊！你爭我18萬8，而家俾兩皮嘢打發我，你唔係咁啊嘛？鄭林冇出聲，點知呢個時候佢老婆阿姨突然間衝出嚟大叫：你要就要，唔要我哋都冇辦法。賭債賭還大家都知㗎，你哋想謀我間鋪一定唔得。阿姨係脾氣好暴躁嘅人，平日打牌輸咗錢佢都會發爛渣嘅，而家更加唔再講。鄭林見到個老婆發爛渣，佢都起身拍台，大大聲聲咁話：賭債賭還，我冇撚爭你哋錢。講到呢度，我說書人真係要發出一聲嘆息。屠殺就咁開始。呢一晚，黃志恒同阿石聯手殺咗10個人，包括鄭林同阿姨兩夫婦，4個女1個仔，阿姨嘅阿媽，阿姨嘅九姨媽陳麗珍，八仙飯店嘅廚師，一共10個人。其中最無辜嘅係陳麗珍，佢本來咧就唔喺八仙飯店嘅，點知鄭林個仔阿德同黃志恒講，因住九姨婆報警拉你。黃志恒先諗翻起仲有陳麗珍呢個人，佢叫阿石去揾陳麗珍。阿石去到陳麗珍屋企，話阿德發高燒，叫阿陳麗珍去睇下阿德。阿德係鄭家嘅獨子嚟嘅，大家都錫到佢窿嘅。陳麗珍於是擒青跟阿石去八仙飯店，點知一去到就俾人殺埋。後來有人問黃志恒，殺咗咁多人，你有冇內疚啊？黃志恒話佢唯一內疚嘅係殺咗阿德。阿德9歲，同佢個仔同年，佢同阿德好熟，成日玩埋一齊嘅，所以佢殺阿德咧，佢係有猶豫嘅。後來諗翻起佢都有後悔。呢一晚，黃志恒同阿石用咗8個鐘頭去處理屍體，10條屍斬成一碌碌，連骨頭裝入黑色膠袋，有啲掟去垃圾站，有啲就劈去黑沙環個海面。比較難處理嘅係啲碎肉，黃志恒諗咗一個辦法，就係用嚟做叉燒包。跟住落嚟嘅3日，八仙飯店暫停營業，到第4日又再開返。早上8點係八仙飯店最繁忙嘅時間，附近嘅街坊都習慣喺呢個時候嚟飲早茶嘅。呢一日，廚師黃志恒將一籠新鮮滾熱辣嘅叉燒包捧出嚟，啲茶客咧就驚死執輸咁走過嚟攞。八仙飯店嘅叉燒包係出名㗎嘛，幾乎一攞出嚟就會俾人攞晒，今日都唔例外。黃志恒就陰陰嘴咁笑起上嚟，今日個叉燒包
同平日有啲唔同，應該會比平日嘅叉燒包更加好味。跟住落嚟嘅日子，黃志恒正式接手八仙飯店同鄭林兩個物業，一個物業自住，另一個物業出租。八仙飯店雖然唔係什麼大酒樓，但係做咗咁多年，早就儲咗一班熟客，利潤係好和味嘅。黃志恒接手晒鄭林所有嘅財產，包括鄭林架車，都俾咗佢前妻個仔揸。而呢啲財富呢，佢全部都同阿華哥咧一齊分享嘅。1985年8月8日中午，即係大屠殺之後嘅第3日，八仙飯店附近嘅黑沙環海域發現8件殘肢，跟住第二日又有清潔工人喺垃圾站發現白骨。警方緊張起上嚟，開始立案調查，但係乜嘢都查唔到。直到8個月之後，亦即係1986年4月，突然出現咗轉機喎。警方收到一封由鄭林嘅親細佬喺大陸寫過嚟嘅信。封信話鄭林由8月頭開始突然間失蹤，而八仙飯店同鄭林嘅物業忽然間由一個姓黃嘅人承繼咗。最近黑沙環海面出現殘肢，佢就懷疑阿哥一家人已經遇害。呢封信係成件案嘅轉捩點，警方開始監視黃志恒。呢個時候，華哥突然間通知黃志恒，佢收到風，警方已經密切監視緊佢。黃志恒知道自己嘅處境好危險。1986年9月28日，佢出境走返大陸嘅時候呢，就俾警方呢就正式拘捕。黃志恒還押到10月2號，由於表證成立，正式被起訴，由羈留所送去市勞監獄。點知佢喺市勞住咗1晚，第2日就俾其他囚犯打到遍體鱗傷，要留醫。咁佢就爭取喺醫院羈留，唔好送佢返去市勞，但係被拒絕啦。10月4號早上又送返去市勞。呢一日晏晝，佢用垃圾箱嘅鐵皮割腕自殺。咁佢死唔去喎，搶救咗5小時，執返條命。喺呢段時間裏邊，黃志恒落嘅口供呢，一直隱瞞咗華哥同阿石係佢嘅幫兇。佢咁做並唔係顧存什麼義氣，而係佢顧忌華哥會向佢嘅家人報復，尤其是佢最痛錫嘅細仔。呢個細仔係佢同黎嬌生嘅，黎嬌同個仔都係佢至愛嘅親人。畢竟一個人無論幾窮兇極惡，都有一個弱點，就係親情。黃志恒喺12月4號第2次自殺，佢用汽水蓋再次割腕。呢次佢成功啦。佢死之前嘅3日喺市勞見過黎嬌同個仔，喊得好凄涼，喊到好多人都聽到。佢已經唔要面子，因為佢知道呢個係最後一面。我哋再回頭睇返報館編輯收嗰封信，黃志恒話成件案唔關佢事，顯然不盡不實。但係你話關晒佢事，又顯然唔係。畢竟成個計劃係華哥同佢一齊策劃出嚟嘅，尤其是如果冇阿石幫手，一個人又點樣可以殺10個人呢？各位，呢件案講完啦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請你留言、點讚同訂閱，多謝各位。